看这届的欢喜来卡拉，因为伊这个节目阿欢喜的物件。这届欢喜来卡拉3个字，好看，好看，真好看。 真的是感谢你人吼，因为我知其实是真热，日头真拍，但是咱大安番拍日头来支持。今日来这搭是爱看 baby， 因为伊阿水。我最喜欢看到今天晚上的好片子。现在是8点。太阳在上面啊，对对。所有的歌手啊，其实来进进步，竞争力真强啊。影有够好看的，我厝内哦大细啦，拢总爱看者。暗暝到8点半吼，就真紧张了啦。我来欢喜卡拉。 我来看你了，好了，够水啊，别啊！欢喜来卡拉，真正好看，我真正欢喜。欢喜来卡拉，无看嘛哪会使？别困啊，别困啊！ 唱歌给你听，我人要来挑战啦！全新的赛制，全新的出击，耶！欢喜来卡拉，唱歌给你听，我人又对来啦！头一站呢就来到 KL， 我人最定来看下这边的参赛者表现安怎咯。欢喜来卡拉，欢喜来卡拉，唱歌给你听。虽然真心疼痛你，好像勉强也无意义。欢喜来卡拉，今年会去到更加多的地方，用清唱的方式来唱歌给你听。今年用清唱来考验参赛者，就是希望更加容易找到更加多的好声音。20场的海选，就会选出100位的精英，爱对下一轮的百人海选，选出40位参赛者入到晋级赛。 Cheers！ 今年欢喜来卡拉咧，有真正多的亮点啊！头一摆会去20个地方，是安尼一年里面第一地方啦，20个地方咧去做这个甄选赛做 audition。我来 audition 的时阵咧，我甄选赛吼，隆重是用清唱，完全无你准备音乐，我人无教你准备，你家己爱清唱，好来评审老师去听清楚。啊，你们真正是呢？因为有的朋友吼，伊就讲，若是我来参加比赛，但是我的厝无办咧耍，我人无帮赞助音乐，安怎看无办法我的厝。但是今摆会使来啊，你清唱就是。 单纯就是靠你一把清亮的声音来征服我人的评审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好啦，安尼我人就要将这个接落来，总人的交予阿敏学分。嘛希望大家会使继续吼，一路爱翻倒了我人这个欢喜来卡拉，会使家你拍这个心肝头哦，来家你 guarantee 哦，就是会愈来愈好看，愈来愈精彩。欢喜来卡拉，唱歌给你听。 欢喜来卡拉，要清唱，我唔惊，我人爬来挑战啊！欢喜来卡拉，唱歌给你听。大家好，我人是 Jensen 甲 Baby 派出的爱将，我人嘛是特工，我是爱讲话也爱唱歌的阿敏黄玉敏。大家好，我是上爱佚佗的陈雪芬。大家敢有少年我人咧？今日真正是真欢喜吼！你看第1站 KL 就已经真侪人来参加了，所以今麦咧，伫比赛开始之前，咱来看看评审团到底有啥。 伊人就是马来西亚福建歌的卓玛小凤凤，魔鬼院长黄文生，够百变迷航陈威之。我觉得有特色咯，因为这种会唱歌的人太多了，只爱这么多人当中脱颖而出，一定要有一个关键。有一个声音，好，你一听你就。辨识度辨识度要很高。你唱的方式呢，拢不要紧，你来唱老式的，来唱新式的，我会使，特别你就来唱出有新鲜感，你有爱你家己的特色，这很重要。你一期待你有准备好成了，你是真的是拿着享受这个舞台的话呢，一定要是表现家出色，一定要是咬词清楚，一定要是歌词不会忘记，一定要是真的是用心在唱歌。 那我人安尼强大的这个评审阵容哈，到底伊人选出的这个参赛者是安怎款的呢？我人到底来看看吼。好，前面来，咱就欢迎编号216号的参赛者到台顶来。
Hello， 各位评审，大家好，我是潘贤正，今年20岁，来自雪兰莪。OK， 有查某朋友哦。喂，这个不是问题。无啦，你讲了介绍你家己歌后来讲咱唱的歌的歌名。我要唱的歌是黄文兴的《三心两意》。好，舞台交给你。 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，只有时间予人三心两意的爱，找一个白情所在。是我不应该把伊伫阮心内，当作是阮大意造成一款爱恋，就无奈受着伊是你的爱。 感谢，谢谢老师，恭喜你，很难得嘞，就是我们差不多同时就3个，就是让你过关。其实咱会知影，我为什么会记这个牌无？不知道。因为你真像都敏俊嘛哦。有事情。我不相信。你是贪图他的美色是吗？不是贪图他的美色，我是贪图他的发型，他发型真的是不错。谢谢。那你在唱的时阵，你的声音是。 是也好听，音色其实是很好听。还有咧，你的拍子，跟你的咬词 ，overall 全部整体来说，真的是非常好。以清唱的方式这样来听的话，其实是如果100分的话，我会给你多过95分。是啊，是。真的。OK， 加油！恭喜你啊！恭喜你的，就是3票通过。你今麦心情是安怎？我觉得我心情很开心，因为往年都有参加嘛，然后我觉得今年的那评审都。 一致的赞同，然后我觉得我唱到也是很舒服啦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你10日有来是不是？是。10日无入是不是？无入。所以今日咯，无放弃。无放弃。再来一摆啊，加油！啊，心话半做半真挚，自己做明了，定定心思拉到最后，遥讲参酒吞人啊。 啊，朋友当作阮是无聊。昨天也是走音啊。哎呀，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？我昨天也是有投你1票，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不错，对。练得不够稳定啊，不够稳。对对对，尤其是高音的部分。酒那白啉，对你无了解，对着你的心。 good 啊 good 啊 good， 青当水，青当为千里旁，青中山，千里近山我相思会。万里花，万里霞，万里秋，万里烟，万里红松我相遥遥。谢谢。啊，你再唱2句，还有吗？啊，再继续唱啊。什么款的杀气？什么款的角色？ 什么款的枭雄，白军一马对风林；什么款的爱情，什么款的对路，什么款的恩怨，互阮日夜拢受理。谢谢。哎，没有了。你一直自己谢谢自己断哦。我们在期待你唱副歌啊。哦哩哼哼哼，哦哩爱爱，哦哩嗡嗡嗡，哦哩嗡啊啊啊，哦哩画画画，哦哩画啦画啦画，哦哩哼嗡画啦。我相信这位哦，慧婷跟慧珊应该是两姊妹啊。哦，你们都是同一家欧尼厂出来的。基本上伊唔知伊的歌是虾米意思，伊也唔知伊是写虾米的，伊就是听到虾米伊就唱出来。不过你的表现其实是很可爱的，你站在台上是很好看，然后你没有怯场，你不怕的。啊，你老师，你有啥物 tips 哦，会使互我人会参赛者的无？这样参赛者要怎么办？你会怎样做？因为我唔知影都跟他讲，我唯一会使跟他讲的就是放轻松。除了放轻松，我觉得你的心情要保持轻松，卖力一点之外，阿公，我觉得你的歌要练得熟。望你知影，有心意。食好食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是我很忙，是我很忙。
抱着男情的期待，我悄悄啊送关怀。你知影你的问题哪多了不？那声音方面呢，你自己要注意。你的高音的地方唱不到，你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你永远唱的都是在高音，有时候太过执着就害了自己了。我是来自马六甲的108号的潘德贤，是一位广告设计师。所以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《野火》。爱你的野花拍袂开，爱你的情话无地行，阮的爱像字不落写，阮的爱写了千篇万页，无情的野花一直烧，无情的岁月一直笑，笑阮爱你是无地土，笑阮爱你是憨人天意第一号。谢谢。你这阵阿九看到好声音，安尼引导个唱歌呢，而且你的福建味道唱得很好啊，那些转音的部分。我很欣赏你的味道。老实说，你并不是长得特别好看的男生。excuse me， 听我讲完先。不过他就是有那种气质，他很有自信，有自己的一个味道。谢谢老师。OK， 恭喜你，恭喜。欢喜来卡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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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歌给你听，开始啦！今仔日真的热烈的，就是来到这边第一站，就是由 Astro 中文部特别举办的这最强选秀大会，哇，真的开心！安尼这时阵呢，我人就要请出头一位参赛者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好大力就来》。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的面来红红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加加做一伙。谢谢。通常啊，我人一唱歌，我人一开始的时阵，甲副歌、甲 chorus， 其实是爱有无相的地方。我唔知是唔是因为是清唱的关系，还是安怎？但是因为这个清唱就是第听到你的声音第清楚的时阵，你的实力去到多落，你会使走得多远，就是听你清唱。我的名字 ，Hello， 嗨，不要紧张啊，放轻松，整个身体都硬了。今天的青岛八个阿妹，真的成桌里，看桂林新大港八表，真的成上去。亲爱朋友兄弟，心我连，临心有你甲助理，伊甲我甲伊，用力去说到底。你刚才一上台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哎，对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马来朋友，所以你要唱福建歌，我们很开心。对，所以你刚才因为你很怕，所以你唱的时候就越唱越小声，是吗？我觉得你的节奏感是不错的，所以下一次可以选一些比较轻快的歌哦，一边唱 hip hop 也可以哦，来唱你的歌 ，OK？ 清唱的赛制真的是无简单，虽然参赛者拢真有勇气去挑战，但是要得到评审老师的肯定，为你举起欢喜来卡拉的牌镜，真的是无容易啊！阿妈，你今嘛伫倒位呢？就是安尼，树帮风吹，亲像鸟只自由飞，演起啦！莫搁遐你多些对我讲话。哇，他低音真的很低耶，他也唱得下去。然后我们就很期待你唱副歌的时候，哎，他高音很高又很亮，而且你到后面高音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期待你会走音的，可是你又没有走音哦，是有点失望啦。你又唱得很好哦。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被录取了。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也被录取了。我没有被入选 ，I will be back。头一站 KL 到底有偌侪位参赛者会使顺利晋级嘞？无唔对，就是19位啦，恭喜！哎，今年来到巴生，你是不是又会来？因为我们真的对你还蛮期待。为你等候将来。